老的，你敢会陪我足久的？伫3个月之前，阮老的离开我去啊。阮囝惊我想袂开，叫我一定爱搬去桃园含伊三甲大。但是叫我离开高雄，我实在就毋甘。有啥人会当偷放我心内迄个讲袂出的疼？喂，阿成啊，咱遮久无联络啊，你等下雄敲我。你无看到你，所以敲一个电话甲你请安一下。知影你最近安尼你无闲，若有闲了就使来哦，阮真欢迎你哦。无嘛好，是倒一天？每礼拜。拜一、拜二、拜三、拜四、拜五拢有啦吼，拢有。你会使来甲阮做伙听一寡健康的知识，也是健康的体操吼。希望真紧就当看到你，欢迎你来。好，拜拜。43号、45号，奇怪，我要找的所在到底伫倒落咧？车都51号，嘉南教会到底伫倒落咧？哪会拢找无？无搁找看觅，哪会拢找无咧？无先入来，甲因借一下便所。你好。你好，请问我想借个洗手间可以吗？可以啊，男生在右边，女生在左边。欢迎你来，先消毒，喷个手。消毒。那不是嘉南教会吗？你好，我们这里都有那个德辅的活动哦。欢迎你来。德辅是什么时候有活动？就是礼拜1至礼拜5都有活动。都有活动。对。好玩吗？很好玩，社区的一些长者他们都可以过来这边。对，玩。长者哦。对。那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是新来的？觉得不会，我们都会很欢迎你，而且里面我们都很多志工会很欢迎你。所以他们都会像你。坤哥又传照片给我了耶。这个是他说明天会有1人1道菜的活动，好好吃哦。这个是他们上次做志工的照片。这张就这张。我们这次去玩好好玩哦，而且他们对我好好哦，都怕我心情不好，都安慰我。他们还说我们在一起不止在世上有平安，并且呢，将来还会有永生，是写在圣经里。那我来看看吧。即摆我参3个月以前无同款，我受到大家的照顾。也想要较侪明白因讲的耶稣，我想要成做上帝的囝儿。主啊！我想要受洗礼。这些
想要甲即个福音讲互我的查某孙女，互伊知影。老的，你敢会陪我足久足久足久的？耶稣会陪伴你足久足久哦。